宝藏们，曾宝仪的人生藏宝图推出宝藏限定会员制了，在这里你可以听到独家集数，包括宝藏来信、好剧、好书，还有我的旅行日记碎碎念。加入我们，未来还有更多福利在等你哦。对了，宝仪，我本人还有机会跟你交流啦，而且还有很多平常我不会跟别人讲的事情，都会在这里跟你讲啦。各位万社里的里民大家好，这是万社里长办公室，我是王来，我是任务。这集呢要来分享我这届等于台湾的一寡经验。我台湾我是12月中的时阵回去啊，我是正月底的时阵回来英国，所以我即摆人伫英国啊，嘿，即摆去回去台湾呢，其实时间比我较长，因为我主要有2个目标，一个是我想要互阮查某囝的台语搁较流利啊，这个目标呢差不多伫我到厝的2工了后就达成啊，因为阮厝内人真合作，逐个拢甲伊讲台语，啊出去外口呢，因为伊敢若听有台语较英语嘛，啊大部分的人拢袂晓讲英语，所以伊若是要看阮囝讲话，因逐个拢爱讲台语，所以伊的就好诶，嘿。另外一个是希望会当送伊去幼稚园学华语，我华语我本身家己分大教，所以我想讲着送去幼稚园互老师教，嘿。我有尽量选迄个有台语课的幼稚园，想讲嘛是会当透过幼稚园的课，互伊的台语搁较好。毋过因为阮是送短期的，所以会当选的幼稚园无济。我本来有小可烦恼，讲伊敢会去幼稚园了后变做华语变伤好，就无讲台语啊。结果呢，真意外是老师的台语拢足好诶，而且呢，因为伊头一工去有小可会惊嘛，所以我就甲伊做伙坐伫迄个教室内底上课2点钟。我发现讲老师伫咧管教囡仔诶时阵嘛是拢是台语透南华语安尼。我有小可意外，因为感觉逐个即摆拢讲，就是囡仔拢袂晓讲台语啊，因为幼稚园老师嘛无啥会晓讲。结果竟然是安尼，伊去上幼稚园，结果是台语变好啊。华语嘛是有学一点仔转来啊，头一工转来甲我讲不要，不可以，就小甲塞落。真古锥啊！我是看我囡仔细汉的影片，拢伫讲台语，我感觉为什么我无坚持落？这是伊连华语拢无要讲啊。我感觉囡仔大汉就是会小可安尼，就是爸母一定爱足出力的啦。真诶。对啊。毋过我感觉阮囝有一寡可能，就是因同学拢听无台语，伊含因同学无法度讲话。我感觉即个年岁无需要语言就当算做伙，所以我感觉是袂要紧较是较袂要紧啊。我嘛有找一寡囡仔团，台语囡仔团，互伊去找有会晓台语的囡仔算。我感觉因着有算较会起来安尼。因为咱即只拢向讲拢听有嘛。对。足趣味的是，逐工要困之前，伊拢会学今仔日伊听到的话，互我听。真的哦。伊就是因为伊拢讲伊无爱困嘛，伊就开始伫遐家己讲话，家己听。我有时我会小可甲听者，有时我就困去啊。伊有当时伊是会甲，比如讲阿公讲的故事，伊就搁甲讲一解。有的时阵伊是会甲伊听到的对话，搁甲讲出来。有一工困一半，伊就雄讲一句：“小朋友听无台语啦。”我问讲，你袂情呢？是安怎要讲即句？你去倒位听来？伊就因为因班的同学伫遐学白算啊，伊就甲因讲毋通，佮甲因讲 no 安尼。
啊老师就甲伊讲即句，小朋友不要讲台语啦。我要我笑死，刚刚追呀，我刚我要笑刚追死。的。我大概拢感觉会拄着足侪人会甲我讲啊，你台语遮好，无怪你会当教囡仔讲台语，啊，无就是讲恁囝的台语拢比我搁较好。啊，毋过其实是真诶，因为我连带伊去迄个长老教会囡仔过活动啊，现场遮侪即个较大诶囡仔，因诶台语拢比阮查某囝搁较毋通。我就感觉讲，嘿，真可惜，因为尤其是开始上课，开始去国校啊，诶囡仔，嘿，拢会影响。因伫即个囡仔过诶活动内底，因就会较用华语讲话安尼。对啊，我感觉真可惜，因为因住伫台湾诶囡仔，因诶台语环境比阮查某囝济太济啊。啊，毋过我嘛会当理解，因为双语家庭其实是需要资源诶，爱开时间爱开钱，因为你看台语诶册伫图书馆内底嘛就歹找着，拢爱家己买啊。无错。对啊，啊毋过我主要是想要提醒逐个讲，我毋是台语好，阮查某囝嘛毋是啥物天才，咱著是有咧使用尔。系啊，有伫使用真正差足济。像我之前嘛是有伫使用，伊就是拢会讲台语，啊毋过真正去到幼稚园了后，我就是会家己想济啊。其实我若坚持安尼继续讲落的话，伊可能嘛是拢无问题，就是拢会家己想济哩。我嘛是感觉你生囝迄当阵啊，较无遮济网络端顶的资料，所以你可能较无方法，对啊。即马我是较好运，拄啊即阵就足济迄个团体咧出来，会晓教你的方法。安尼就系啊，因为伊是有一个科学的理论伫后壁。系啊。毋过我感迄当阵真好笑是，伊倒去台湾嘛是有台语课程。伊只要迄天有上台语，伊当下就会甲我讲台语。真正诶哦。因为我甲我妈妈讲一节，阮讲话拢用台语嘛。系啊，所以伊若听着，伊会讲吼，妈妈讲啥货？我甲你讲一个最好笑诶，因为你知影伫台湾伫环境当中，大部分拢讲华语嘛。对。有即摆咱就是坐迄高铁啊，高铁毋是拢有一个工作人员会塞一台迄个车出来卖凉诶卖。对。伊就行过来讲，咖啡、红茶、饮料有需要吗？伊行过来，阮囝讲，阿母伊讲啥？讲着足大声诶。我要笑死。我天！我真够水呢。对啊。对啊。对啊，我定定伫即比如讲高铁也是坐火车诶时阵，有着一寡阿姨阿伯啊，就会听着伊咧讲台语就足欢喜诶，讲这足够讲诶，足够讲诶。系啊，所以我都感觉讲，就是爱家己逐个鼓励。爱想办法去开喙讲。真诶。比如讲你要学英文，你拢知影讲爱去参加游学去参加即个语言交换。你台语嘛是共款啊，你会当拨一寡时间来找一寡台语诶线顶诶活动，练习台语。系啊，比如讲即个打到台语共学团，啊无就是迄个台文博览会，因不时都会分享因逐个月诶即个活动，拢大部分拢线顶诶，所以真利便啊，系啊。其实真是足济有足济资源伫线顶拢找得到。对啊对啊。就是看你有心无心。对啊。emotional blackmail。甲亲热者。系啊。对啊。我嘛是会有着有人讲伊哪会无学华语，我拢会讲台语较困难，所以咱先学台语，才学华语就会
就会简单请诚济。我袂甲，我是袂甲罗尼的人，就是无熟悉的人，就真直接甲讲迄个语言的转型正义遮深的问题，我就是直接用。嘿，我就是直接甲伊讲，台语就是较困难啊，自细汉学是上简单的，伊台语学了才来学华语，迄简单诚济。我感觉真正是真诶，因为阮囝去幼稚园了，伊嘛无去偌久啊，尤其伫学校因老师嘛拢甲伊讲台语，毋过伊到上最后一个礼拜，伊会晓用华语甲阮妹仔冤家呢。真假对，我不要这样，我生气你。我以为我要笑死。哦，那真好笑对啊，所以我感觉就证明讲我的理论是真的，所以大家吼，若是有咧张拄的，先教囡仔母语，才来考虑华语安尼。你当时你有当着什么好笑的代志吗？有一个就这毋知暴露个资呗，毋过有一个就好耍的，就是因为我要转去台湾之前，我就就认真咧找一寡囡仔的台语的囡仔团啊，互伊参加。结果呢，我就看着讲，有一个，因为足济迄个囡仔团，伊拢会po 迄个相片嘛。我看，有一个面像安尼面色哦，看起来就像我进前的男朋友的因某。我想，伊有生囝哦，我哪会毋知？结果呢，我就足久无联络啊。毋过我是足白目，我就甲 screenshot， 然后就寄互伊，我讲，这敢是恁某哈？我有甲讲啦，因为无会看起来就像 stalker 的，我就甲讲，无啦，就凊彩看到的啦，就主要是吼。阮囝嘛是咧讲台语啦，所以想讲吼，咱拢是台语家庭啦，然后我来甲你挨煞子一个安尼。我佫有邀请伊呢，我讲我伫即工会伫阮兜办一个台语的囡仔团，你若是拢是我有咧讲台语的朋友，有囡仔的朋友的家庭，拢是我熟悉的，你会当来安尼。对，我有甲邀请，毋过真可惜，伊迄当阵咧无用，所以我都来参加。伊应该是无咧听我的节目啦，我是感觉。应该毋知是啥吧？叫要笑死啊！对。安尼恁迄个前男朋友嘛真有 sense 呢吼。就是去要学台语，我感觉教囡仔台语就是赞啊。我有感觉有加分，嘿对，有感觉讲，哟，即个朋友会当交集。系啊，即款朋友真正做，系啊，做会当交诶。嘿对啊。对啊，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好笑的所在，嘿。那有要讲你讲的迄吗？讲这是客气。笑死！对啊，即摆转来台湾嘛是有抢着一寡较好、较轻松的，嘛毋算毋通讲是轻松呢，就是有讲着一寡嘿较私人部分啊，含一寡较好的朋友拄啊拢有讨论到即个议题，就是伫咧婚姻当中的即个吼 sex 的部分，嘿，就是嘿，双人运动的部分。安尼讲好，就是我有一个男性的朋友吼，伊咧讲，伊最近有咧准备要生囝。伊讲安尼，伊就爱较认真做代志诶，吼。阮就讲，奇怪，你进前你毋是才拄啊结婚尔，你进前是真无认真咧做哟。伊家己先讲着讲，进前拢无啥物咧做。我想，你拄啊才结婚，你
通常啊，拄啊结婚的人就是会较热情嘛，对不对？就是嘿，会较毋免照起讲，啊毋过你会就是有迄个 natural drive， 嘿，对。啊，毋过伊颠倒是讲，伊颠倒是结婚了较无咧做。我想讲，安尼敢对？啊，伊就开始讲啊，这嘛是伊家己讲出来，伊讲无啊，伊就感觉讲吼，即马就是较无迄个感觉，吼，较袂讲像咧少年的时阵吼，就是较会遐讲精虫充脑，啊，就有冲动诶，嘿，啊，就不时的想要做，啊，毋过到即个年岁，我是甲讲，是毋是你年岁到啊？你诶荷尔蒙本来就会较降嘛，所以你就较袂想要做迄款代志。伊讲嘛有，啊，毋过伊讲伊已经比因同学搁较好啊。伊讲因遐高中诶同学哦，10当前，你毋知讨论讲要食啥物药啊，才有法度啊。真的假？10当前？嘿对，啊伊讲毋知是因为因遮高中诶朋友拢是较拼事业还是安那，因就是可能30岁左右就开始头毛变少啊，巴肚就出来啊，有一个就拢开始出现一个中年啊阿叔诶迄个味拢出来啊。嘿，可能就是比如讲较无咧运动啦，较无咧照顾身体安尼。真正有差呢，因为我你就是甲我讲了，我甲阮翁讲啊，我惊着呢。伊讲哈啥物？真好笑，哎呀，因为我嘛小可惊着，运动真正我嘛小可惊着。毋过我嘛会当理解，因为进前有几个月啊，阮翁伊诶工课较压力较大诶时阵，伊嘛较无兴趣安尼。嘿，有另外一个朋友就讲，伊是为上开始交往到当10几当啊，伊拢是无啥物兴趣，一直拢是无啥物兴趣。大概呢要困之前伊就压力足大诶，就惊恁翁搁要讲安那囡仔毋会使无？伊就感觉伊要去困啊，伊要困嘛要伊后来头看伊困起来安尼，我会当去你眠床顶啊。我有一个朋友嘛是无啥物兴趣诶呢。系啊，阮就是有咧讨论啊。我就甲即位朋友甲讲，之前我有看一寡文章，因为我个人是差不多生囝了后啊，就会较无迄个感觉。差不多阮囝差不多1岁了后，才有较有法度有较正常诶迄个性生活安尼。因为迄当阵我嘛是有小可苦恼，因为阮翁嘛是有小可 frustrated， 所以我就想讲，我来找一寡资料啊。我有看到一寡文章，因会讲，其实即个物件是安尼，你若拢无要做，你就愈来愈袂想要做。毋过你若是翁仔某之间想要维持一个关系，安尼是差不多，你会当家己去沟通，就差不多，比如讲1礼拜1届2届安尼，就是爱有一个规律安尼。你若愈做，你就愈会想要做。所以我后来就是小可头2、3届可能爱小可甲代志小可逼一下，就是我甲阮朋友讲，就是爱先看迄个韩国诶戏剧，做的时阵爱想要朴叙俊诶。其实我刚刚有马上回应，就是安尼维持落诶。对，真好笑，爱培养一个基础，对啊。我讲位置，我感觉我参即个翁诚好诶一个是，咱拢会讨论，
伊会讲啊，嗯，你介意安那，你无介意安那，啊，咱会当互相调整安尼。我感觉，真诶，我感觉讲出来拢已经结婚啦，是要歹势啥货？吼，对啊，我感觉因为可能细汉时阵较有迄个，较有迄个，因为细汉时阵拢看迄个日本诶片嘛，毋嘿，是黄诶片啊，但是就算讲是看日本诶戏剧，伊拢是你查某囡仔，你就是爱欲拒还迎，爱小可安尼，嘿，一下要爱，一下要而且你个毋通伤享受，啊无你互人看做是就迄个要安讲，就晓嘿嘿，安尼嘛，对，啊，所以讲你会较放袂开，少年时阵较放袂开，啊，而且你嘛毋知影伫面床顶要安怎表现。对，就是会感觉讲啊，我即摆着爱搬一出戏安尼，啊，毋过即摆食老了，遇着即个翁，伊会甲我讨论，啊，伊会甲我带啊。虽然讲伊比我较少年，啊，毋过我感觉因为伊诚贤去带即个讨论，所以我后来我嘛开始，而且我嘛是开始读一寡女性主义诶册，所以就感觉开始讲，要安怎去看待性即件代志，啊，佮有讲要安怎看待家己一个关系当中诶角色，啊，慢慢就开始去解脱啦，嘿，啊，开始会当感觉讲好，啊，这是一个会当享受诶代志，啊，而且阮翁嘛袂甲我，伊嘛袂甲我讲啥物要安讲。嘛袂甲我考试也是安那，所以我感觉一个过程当中，拢感觉诚安心安尼。嘿，啊，毋过毋通甲伊讲，我咧想朴叙俊。不要紧，我阿嘛毋知我想别啦。笑死。好啦，是毋是差不多啊？今日时间差不多啊，就是希望大家若是咱的听众，咱的里面是有囡仔的，加鼓励，鼓励大家当加甲囡仔讲台语啊，带因去参加一寡台语的活动。对。啊，翁仔某之间呢，鼓励大家会当加讲话，加开讲啊。若是对即个性有啥物问题吼，拢会当私信甲咱讲，咱会当做伙来讨论，嘿。对，其实这拢已经21世纪啊，这拢是会当好好啊讨论，会当互恁翁仔某的感情较好的一个话题安尼，一个方式，一个方式，对，系啊，对啊。啊，若是有啥物问题，推荐大家来读一个女性主义的册，吼。好，安尼就今日就差不多啊。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国泰民安。情况过一滴青菜，水果青。来买落水客，参农民徛同齐，拢来坐，烧酒来烘茶。落水客，请人客，上生气的土地。稻仔青芳过一滴青菜，水果青。